卡罗风台对台湾北海湾甲东北角登陆，早起有上千个民众，颠倒是去海边啊看海影。海巡署出动真侪人员，劝民众赶紧离开。咱即马连续互人伫基隆条件公园的记者郭北坤、张玉水，带咱来看现场上新的状况。 是记者即摆人伫咧基隆的条件公园这个所在，条件公园这个所在虽然讲即摆是无啥雨，但是风是非常的大。记者即摆人徛在这个所在，若是讲风有较大的时阵，记者其实人是徛袂掉的。现场也有看到真侪有海巡人员伫咧甲提醒民众讲，现场是唔通伫遮点伤久的时间，因为现场是非常的危险哦。不过也是有侪侪民众伫遮看海影，咱来看头大的风门。 但是尽量不靠近呐、对，还是不靠近。会危险，唔好行伤远，唔好行伤远。是伫咧现场看海影的民众是表示讲，虽然即马伫咧直接看海影，不过小等下风雨较晚的时阵会较大，因就会赶紧离开哦。虽然讲即马现场是无啥雨，只有风尔，不过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，是愈晚风雨是会愈大哦。 可能会有伫基隆这个所在，可能会有出现6米以上的海影，是提醒民众爱注意。以上是记者伫咧基隆条件公园的连线报道。